看上新的消息，拄则2点外时，唔知咱北部乡亲敢有感受到一阵的强风？这个雄吹来，这个怪风直接就吹到伫大家公园边啊，原住民运动会、专运会这个布棚，一个女性观众当场喺这个布棚架啊卡着伤，被送到马街病院治疗，现在意识清楚，无啥要紧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台北市各区嘛拢有强风出现。对了，这点气象局表示讲，这是因为闪电对流路南，加上北部这个方面呢，受秋度的天气系统为北部、台北这个所在回过，不过周期不长，估计尾暗啊差不多5点左右，这款强阵风的情形就会消失。所以讲，提醒伫室外活动的乡亲爱注意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